日本宫山县的二岛市是日本牛仔裤的起源地，伫咧世界真出名，当年拢有真侪游客去参观。其实伫咱台湾的家人，嘛有一条牛仔街，早期是真老街的所在，最近煞是渐渐稀微。真侪牛仔裤挂伫街仔路顶悬拍，规条街也会使看到侪牛仔裤店家招牌。这是日本牛仔裤的发源地，日本宫山县的二岛市。伫二岛所生产的牛仔布，这款布料的颜色真特殊，全爱靠老师傅手工调色。This quality is trustful, so many people come here. I think so. 二岛市的牛仔裤街差不多有40间牛仔裤生产商甲店头，这毋但是日本在地卖牛仔裤出名的商圈，也是全球介意牛仔裤的人会行较高的所在。当年成差不多10万的游客到位，甚至甲国际品牌合作，行出家己的路。若咱台湾也有一条牛仔街，地点就伫家人的后一路甲中树路这搭，规排的店头拢是咧卖牛仔衫甲牛仔裤。以前是全部牛仔裤。都没有去的，以前这十几间了，我们这店到10几间，对，整街都是都没有其他的。家人牛仔街，因为我家人港早期美军去拍越战的时，家人港是中途转运站，当时有真侪美国阿兵哥伫遮，也带动酒吧、委托行甲牛仔街发展。落船的军人、船员也是做工仔人，会来遮买耐穿的牛仔裤。有真侪人拢会来买咸水货，后来受进口产业的影响，家人牛仔街即马已经渐渐稀微。我很希望这边人在复苏，那你应该是要来办某些活动来带动这个地方，要引进新的产业进来。你文创也好，小型的就业那个小型的年轻人他要创业，你都可以让他来。看到日本二岛市牛仔街，找到家己的特色，发展当地文化甲观光。面对家人牛仔街无像以前遮尔车赢，东方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也表示，希望未来会当加入当地文化的元素，用观光文化创新的方式，帮助咱台湾的牛仔街行出一条全新的路。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家人报道。